2003年5月，花莲县秀林乡和万荣乡的族人凝聚共识，推动太鲁阁族正名的运动，并且在各部落进行宣导，以民间单位太鲁阁族正名促进会邀请族人签署委任书，并且召开记者会，说明太鲁阁族正名共识的决心。在太鲁阁族促进会的成员和时任万荣乡长陈长明、秀林乡长黄辉宝等人的努力之下，在2004年1月14号，在行政院长游锡堃的宣布之下，太鲁阁族成为台湾原住民族的第12个族群。我们宣布，太鲁阁族从今天开始，正式成为台湾原住民族的第12族。南投县的仁爱乡和花莲县秀林乡、万荣乡的族人共同见证之下，以传统仪式和歌谣的方式来欢庆。太鲁阁族正名促进会总干事德拉优岛代表太鲁阁族人来发表正名的内涵。非常感谢，不要那么厚，是我们土鲁族语的问候语。太鲁阁族致感恩词，感谢陈总统随扁先生、行政院游院长锡堃、陈政委齐南先生、陈主任委员建典先生以及各界人士，在我们努力护民的过程之中，给我们的支持与协助，使我们能够恢复族名为太鲁阁族。太鲁阁族是一个懂得分享与感恩的民族。太鲁阁族这个名称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也是我们现在的族人集体的认同与共识。它包含了花莲地区、南投地区的德鲁固群、给达亚群、德乌达群三群地位平等之下共有的族民。因为我们是来自于德鲁固德鲁万这个地方，德鲁固是现在的南投县仁爱乡合作村，德鲁万是指发源地之一。这个达亚群、德乌达群也是源于此地，所以我们叫德鲁固、太鲁阁族。这是忠于我们的历史、慎终追远、不忘本的负责态度。太鲁阁族的集体认同是结合了知识与民意的力量。我们族人的知识分子以知识来建构太鲁阁族护民运动的理论基础，以证明运动本身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而民意是用来展现我们族人的凝聚力，进而摆脱外人对我们错误的认知，回归我们族人属于自己真实的认同。集体认同如果没有知识做基础，是难以发挥持久的行动力。同样的，若失去了民意的力量，也是难以发挥有机的生命力与组织力。华文族民太鲁阁族运动，我们奋斗了10多年，我们太鲁阁族人发挥了创造的精神以及历史主动性。我们勇敢地摆脱了自据以来对台湾原住民知识分类的一个框架。我们终于有尊严的、宽容的、骄傲的站在我们的主题性，称呼自己的族名叫做德鲁固、太鲁阁族。1914年，我们太鲁阁族人是最后一个受降于外来政权的台湾原住民。
90年后的今天，我们为了要走过彩虹，彩虹是我们跟祖先相遇的一个记号，所以今天我们在以集体认同的方式，努力于恢复我们的族民。我们以身为泰鲁格族为荣，今天政府正式的宣布还我族民为泰鲁格族。对我族人而言，这是一件神圣与至高荣耀的事。90年以来，我们从来没有光荣的说过我们是德鲁固，我们是泰鲁格族。从今以后，我们就会高兴的、光荣的说，我是泰鲁格族。我们也会跟其他的民族站在平等的地位，共同建立互为主题的关系。这个就是我们多年以来所追求的。今后，我们将更积极的跟南投地区的族人沟通，以增进族人内部的和谐与大团结，并将于近期到南投的祖基地，依据我们的习俗，举行东西部族人的和平仪式。让我们一起为我们的国家奉献一份我们的心力。最后，我仅代表族人以一鞠躬来表达由衷的感谢之意。各位老板呢，这是我们族裔讲的，谢谢各位。太鲁阁族人争取到2007年5月17号下午5点，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会中要求大会尽速通过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支持原住民族自治。一群100多名的太鲁阁族人4月16号上午聚集在花莲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高喊侵犯人权、生存和尊严的口号。由于族人姗姗狩猎，多次遭受到太鲁阁警察队执行过当，引起族人的不满，并且在太鲁阁族自治推动委员会发起联署单位以及立法委员孔文吉前来声援下，多位受难恋人抗议太管处警察队执法粗暴的心声。有个队员是一个是姓王的，那姓王的是拿那个探照灯。一个姓谢的，就开始说我们别的东西了。我说我里面没有什么东西。他说有没有那个？当然有啊，怎么没有装呢？还没有打，就是放出去，给它蹦出去，就开罚单。我说你要到底是要开什么罚单？我这个枪支也是合法的，我到这里睡觉要开什么罚单？上次发生在那个什么石木桥那边掉下去一个我们那个猎人，就是你们国家和他们都追了，但是不敢讲。对，从上面对山羊抓回去，台湾处大家菜，太警队大家菜，他们被吃掉了。那这样被追的人掉下去死掉，那谁要负起这个责任？太管处成立21年以来，由于依法行政跟族人生活习惯不同，累积双方关系纷争不断。多位族人不满太管处员警选择性办案，并且在中横公路以警车追逐拦截搜身，弃置族人随身携带物品，同时在园区内夜间射哨，选择在断崖处埋伏，以探照灯强光照射，喝令族人停止动作。太警队的执法过当，引起太鲁阁族自治推动委员会严正的声明。太鲁阁国家公园警察队在园区内对太鲁阁族人搜身、弃置随身携带物品、夜间以探照灯喝令不准动的粗暴行为，应该要公开道歉，并保证不得再有类似行为。有关于执行不当的地方，还有一些就是说我们的服务态度，这一部分是我们警政署各级长官在要求我们一定要说注意这一方面。这部分如果说我们有所不是很恰当的地方，或是说那个需要我们改进的，我们回去一定会再做，再加强教育。
立法委员孔文吉希望太警队立法从严，执法从宽。未来如果再发生任何类似案件，将要求太警队长跟执行警员调离园区以及太鲁阁族居住的地方。My name is Dela Yudao. I am a member of the Taruku Nation. This is my first time addressing this forum on behalf of my peopl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代表台湾原住民的声音第一次在第6届联合国常设论坛上发声。太鲁阁族的德拉尤道结束铿锵有力的英语自我介绍，族人马上在第2段的发表声明当中，针对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动用警察队对于族人出现侵犯人权的粗暴行为，族人则在论坛上提出严正的抗议。We demand an end to the human rights violation committed by the Taruku Nation Park Police.Followed by publicly apology and a promise to Taruku people that such violent behavior will not happen again. 德拉尤道特别在论坛上表示，台湾虽然在2005年通过原住民族基本法，政府相关单位却无法充分善用原基法来保护国内原住民族群。他坚持呼吁政府要积极的在国内推动原基法。We demand full respect of the UN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 and the Indigenous People Basic Law by concerned government unit. 太鲁阁族的人权被侵犯事件，让各国与会人士不只感同身受，也表达对这议题的看法。I think that there are many tragedies that are existing for your peoples in Taiwan because of the lack of acknowledgement by the governments. I think, however, Taiwan is quite in a unique situation, and actually a lot of the countries in Asia, particularly Southeast Asia, because they've been colonized so many times. 族人结束接近4分钟的反侵犯人权宣言，引起国际间关注。最后，族人在大会主席面前表达对于原住民权利宣言以及原基法能够适度的被修正，进而确保台湾原住民族能够在自由法治之下，充分的在自己的土地上受到同等的尊重与权利。Mahoi Sabale, this is my tribal language to say thank you very much. Mahoi Sabale. Mahoi Sabale. 太鲁阁族的德拉尤道以太鲁阁族猎人的基本人权被侵犯的事件带到国际寻求支持联署，也成功的在常设论坛的大会上得到发言的机会。一整页的宣言，每一个字句，团员们不眠不休，花了3天的时间才完成。族人坚持要用英文直接与大会对谈。我们避开一些比较政治敏感的一些问题，我们是要涉及到纯粹是人权的问题，要把人权跟政治把它分开。最重要是我们台湾的原住民要在这个国际的舞台上要有发声的机会。对于台湾的外交处境艰难，台湾原住民族在国际场合发声相当不容易。族人能够顺利的替族群发声，给予团员们莫大的鼓励，甚至有团员更是感动的流下眼泪。真的很感动，然后我很高兴看到。很高兴看到铁达少军可以在一个国际场合当中能够发言，然后我觉得这真是我们很幸运的事情。世界各国的原住民以及重视的时候，其实台湾的原住民政府，台湾的政府应该要更懂得珍惜，要尊重我们原住民。2010年12月3号，秀林乡和万荣乡的族人乡长和县议员族人上下一心，讨论如何推动太鲁阁族自治区，并且凝聚共识。讨论之后，在12月7号通过太鲁阁族自治筹备委员会组织章程，为有效推动自治，太鲁阁族自治推动委员会的组织转型，改制为太鲁阁族自治筹备委员会。在2011年1月7号，在族人的共识之下，推举德拉尤岛为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由2乡的乡长和代表会主席，花莲县议会法制室主任蔡培火，花莲县政府秘书李继生及秀林乡文推会理事长基罗哈洛等等。
组织系统是上下一致的，来推动太鲁阁族自治。2011年1月13号上午，并且在万荣乡公所进行太鲁阁族自治筹备揭牌仪式，由万荣乡长苏连进担任主持人，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太鲁阁族专门委员吴香兰、主任委员德拉优岛、副主任委员蔡培火、李继生、县议员黄辉宝、陈长明共同为万荣筹备处进行揭牌。主任委员德拉优岛向万荣乡和秀林乡的族人宣示太鲁阁族自治区推动的决心。下午，太鲁阁族自治筹备处的委员们则是来到秀林乡，由乡长许淑莹担任主持人。在大家团结一心之下，并接下太鲁阁族自治筹备委员会本部。2011太鲁阁族正式7周年揭牌仪式开始。自治是原住民族最后的堡垒，原住民族自治就是在建构原住民族的地位，从边缘到中心，一个最坚固的踏板。原住民将从机会不平等的空间失衡，走向机会平等的空间均衡，也就是要让原住民族当家作主，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2011年1月14号，适逢太鲁阁族正名7周年庆，委员会更是扩大办理。除了举办7周年庆之外，议题焦点则是太鲁阁族人争取台湾原住民族第一个示范自治区的族群，让原住民族委员能够实际的了解太鲁阁族的族人已经准备好了。同时也邀请到立法委员孔文吉、高金素梅向族人说明原住民自治法的草案已经进赴立法院2读，即将会进入党团协商的阶段，同时将会促成这项法案的通过。因为你讲说要示范原住民自治区，分阶段实现原住民自治变革，所以我们也是要协助马总统要兑现他的政见。我们希望能够在明年的6月份的时候，在下个会期结束以前，今年的6月，在这个下个会期结束以前，让我们的自治法能够早日通过。我们自治法通过之后，我们太鲁阁族第一个设立原住民自治区，好不好？民族所有的族群就跟太鲁阁族一样，这么样的团结，已经成立了所谓的筹备处。就我知道，现在有太鲁阁族筹备处了，还有就是塞夏族也成立了。那么我们现在北泰雅地区的乡长也在串联，所以我在想呢，立法院虽然2读协商，可是如果要我们大家所想要的自治，一定会有很强烈的门槛。所以我在想，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太鲁阁族自治筹备处也邀请到原住民族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孙大川莅临，让中央了解太鲁阁族人的决心。最大的部分还是大家能不能够接受这个空间合一的这个部分。其实这个部分，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些共识，那这个法就比较容易去推动，而且呢，它后面的无论是自治的这个任务，或者是它的这个预算，这些都是比较是技术性的问题，大致上我们都可以有一些解决。大家很理性的去谈一谈，先让它上路，先让它动，我们蓄积的能量更大，我们将来的要求也会更多。那我自己的看法，独鹿谷因为这几年我从正名开始一直到现在，而且你们在推自治这件事情已经非常非常前端了。那个意志也非常非常的清楚，我每次看到你们就会害怕，因为那个独鹿谷那个眼神都有杀气啊，所以我在想那个自治这件事情啊，只要这个法律上面一启动，
我觉得你们最恐怖啊，大概最早这个成立自己，到时候啊，你们就请我来当你们的这个荣誉这个自治区的区领啊，好不好？并且以鸣枪的方式表达族人团结一条心。太鲁阁族自治顺利成功，太鲁阁族团结一心。2011年2月24号开始，秀林乡和万荣乡以及吉安乡利用将近1个月的时间，太鲁阁族自治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德拉优岛和副主任委员蔡培火宣导原住民自治区对太鲁阁族人的重要性和权益。在秀林乡的部分，2月24号是从最北的和平村到最南的文兰村，共9个村。星期天则是在教会进行宣导和联署的作业。秀林乡长许淑莹也向秀林乡的族人说明自治对太鲁阁族的重要性。如果自治推动委员会的干部都有跟大家报告，我想自治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哈，尤其大家住在都会，你们是属于都会原住民，你们应该深深感受更严重我们的权益。有时候甚至我们有一些福利，所以说只要我们自治成立之后，相信有很多的权益跟很多我们族人的问题，绝对可以由我们自己的民主议会来决定。而万荣乡部分也是从2月24号开始，北从西林村，南到红叶村。万荣乡长苏连进也说明原住民自治区对族人的重要性。我也简单的讲，数字这个道理，这个听了好像不可能，但是我们讲一下，我自己感触很深的。所以当然现在马路的上他的情况上包，你的有说不合他们的心意，一定要核准。为什么不核准？他不是希望，他们是希望用1万多的想法去推动我们原住民工作，可能吗？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权益都这个受损，所以我们自己管理自己。族人听取大家的说明之后，都一致的赞成这项政策，也呼吁族人团结一心来联署。今天我进来的时候，我就看到自治，看到的，我们怕说那个权益的一个动物，是的呀，把那个咖喱树定条给咖喱树干，台湾这慢慢阿拉曼罗干没事，你看那动物，慢慢的时候，沙漠阿拉曼罗一个人还有劲，就是他白头的那个，一个马一个动物，少你生呀，一个压力吧的，一定要往前面，以后的下一代的呀，我看你看那还带着阿吉看那阿后都，阿看那阿后的台湾的，阿里比嘎多，完了你，我求你一定要成功，大家来团结啊，是吧？好嘛，说白了，能够到那不是多，不是我不干，能干干，然后说白了。经过细心的说明之后，族人并拿起笔，一一签下自己的姓名、生日、身份证字号和地址，以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权益。经过太鲁阁族自治筹备委员会的代表下乡宣导和联署之后，族人已经凝聚了共识与团结的力量，也让花莲县长傅昆萁以及邻近的新城乡乡长钱自立和吉安乡乡长黄兴同声的支持族人推动太鲁阁族自治，所以让德鲁古自治区早日来完成。县长田就绝对支持大家。1179位的这些太鲁阁族族群，让他们实质上能获得服务和照顾。我想我们会全力的支持。
对他们的福利跟他们的文化的推展，原则上我们行政单位是乐观其成，也会愿意来协助跟帮忙。在秀林乡部分，一共签署了15000份的联署书，而万荣乡则是签署了4000多份的联署书，并且在4月8号要拿出2万人以上的联署，在星光兆丰农场召开记者会，进行誓师大会，让中央知道太鲁阁族人的决心。4月中将北上到总统府、行政院、立法院递交联署书，并且进行协商的作业。秀林乡和万荣乡的乡长和民意代表也表达太鲁阁族自治的决心。我们现在族人呢，已经有一个共识了。在6、7年前呢，我们正民运动成功以后，其实事实上这个自治是我们正民之前就已经要求，希望能够自治。正民成功之后，我们所有的族人更激烈的要求，希望能够自己管理自己，因为唯有自己的族人最能够了解自己的事物，也最能够帮助自己的民族走向更幸福、更好的一个生活境界。所以呢，我们现在所有的族人希望我们的政府、立法院呢，在审议中的原住民族自治法或者是太鲁阁族自治法，能够在立法院尽速的完成3读程序。有了这个法案做依据，我们就可以成立筹备处了。那么我们太鲁阁族呢，就能够很快的成立一个自治政府。当然了，外界可能对我们有一点疑虑，认为我们是不是在搞独立啦，或者是自己在玩什么把戏？实际上我们是在中华民国的所有统治权之下，成立一个民主的自治政府而已。我们希望我们的政府呢，更能够照顾我们的族人，所以我们希望立法院紧速的能够赶快法案能够赶快通过，行政院宣布我们太鲁阁族为第一个筹办自治政府的一个团体。原住民自治区是普世价值，不但可以找回原住民族的尊严，自贡为原住民族从边缘的社会地位进入大社会共荣圈的核心。我们太鲁阁族人在2004年1月14号正名之后，族人自发性的在部落上推动自治区的成立。现在族人对自治区的成立有着强烈的凝聚力。原住民自治区也是马总统竞选总统所提出的重要政见之一，期盼执政当局早日兑现承诺。太鲁阁族人也在国内以及国际间利用族人自己的力量来发声，宣示太鲁阁族人自治的决心。在这里，我代表族人的一份子，恳请马政府实践承诺，早日落实原住民基本法的实质内涵，宣示我们太鲁阁族成为台湾第一个原住民示范自治区。我们太鲁阁族自治筹备委员会在今年积极的在推动我们族人的自治工作，尤其我们马政府政见里面有提到自治的工作，所以我们希望在今年太鲁阁族人在我们大家努力团结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推动之下，我们希望在立法院赶快3读通过自治区的法案之后，让我们一起来追求我们族人的一个尊严跟一个平等，在台湾的社会里面把我们一个民族的一个尊严的同时，我们希望自治工作能在太鲁阁族自治推动委员会的推动之下，以及族人的努力之下，我们能成为台湾第一个示范的自治区。当然在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努力，我们一起来呼吁，我们一起来要求我们立法院的所有委员应该要同声的一起的来支持我们自治的工作。我们也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将所有联署的工作，将所有要推动的自治工作一起来完成。所以我们所有太鲁阁族人加油，我们一起来为自治的工作努力。
加油！那个原住民这个自治区是我们马总统在2008年竞选总统的时候，对我们原住民的一个承诺，希望他在任期之内能够完成2到3个原住民自治区的这个成立。那么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继总统的一个政策也将我们原住民自治草案送进立法院，同时通过1读法案审查工作，现在也进入到2读这个协商这个阶段。那么我们预判可能会在这个6月份完成所有法案的审查。因此，基于这样的一个法案的审查结果，我们太鲁阁族希望能够争取先期来争取优先成立太鲁阁自治区。我们主要的理由有以下几点。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太鲁阁族都分布的状况非常的单纯，都在一个县境之内，也就是我们秀林乡跟万隆乡，没有跨过其他的县境。那么第二一点就是我们的族群也非常的这个单纯，除了秀林乡都属于这个太鲁阁族群，那么我们万隆乡有一个村是布农族，其他也几乎都属于太鲁阁族群。同时布农族对于我们太鲁阁自治区的成立也乐观其成，愿意协助来共同支持我们自治区太鲁阁自治区的这个成立。那么第三一点，整个所有的准备工作，我想这个中央单位也了解，我们地方也都有共识，可以说几乎已经完成就等法案通过。所以这次成立基于这样的一个理由，我们希望能够争取先机来优先成立我们太鲁阁族自治区的这个成立。那么同时我也特别要说明一下，我避免造成地方其他单位的误会。事实上这个自治区成立绝对不是独立那所谓的独立就是要从